过去阿华西甲客家老师傅学做土人，嘛伫家己厝后打造一间土人工作室。大棵的茶，大枝的茶，你要安怎甲斗做伙？你古早较无咧用钉啊，时阵都是插榫，插榫就要用着插刀，甲插一空，另外一边嘛搭，你甲下做一个，对。人讲你讲迄啥物有空无榫，就你用插先插一空，是有一个形体出来，另外迄边你搁甲下做同款迄个形体，安尼斗入去一堆栽一堆麻。精心磨刀，做好万项准备。过去种过稻啊，嘛用土人炼米，再个爆米香，真正实现一粒米自土到嘴唇的过程。若是会当家己做的物件，阿华西拢想尽办法，家己试看嘛咧，连种菜嘛是共款。就厝边一地啊地，我就加减种一点仔菜家己食。这无算是农民啦，种家己食的尔。家己食吼。嘿，一个马铃薯担种落，一个高丽菜安尼。一个朋友甲我讲一句讲，伫开始种菜、开始做菜园啊进前，伊无相信这世间有任何所在是狗甲囡仔无应该入来。其实菜园啊就是，我担种落马铃薯，我互狗挖出来。来到菜园啊，会当看到阿华西和女朋友的形影。背雕，虫在米里倒，都看到有空，啊那是沙无虫。所以恁平常时就两个安尼做伙检查菜。照讲是安尼啦，伊做工拢做慢烂的。还有啊。我刚应该都无去。无去。哦，一只。甲杀起，对啊，你就看安尼搞空，一定是才有虫，啊，毋知米里倒。一寡虫足干的，就米伫叶啊芳互你找无安尼，一直弄入去，啊，尾啊你规粒高丽菜就是一空安尼揪入去，嘿啊，就规空的就对啊。这只叫做土人亭啊，这是咧，这是咧做一个古早的农具或者土人的时阵，才会用到的一个家私，别度拢完全无咧用，捌的人一看就知影你是做土人的，才会摕这支。当阵时啊，要想要学这个。就是想要保留一寡台湾古早的文化，因为其实安尼讲，若是恁的家族来到台湾已经超过100担，我会使甲你保证讲，恁兜的祖公嘛，绝对嘛是土人下出来的米来饲大汉的。有影啦吼。嘿啊，毋过你去问即摆的囡仔讲，恁兜的祖公嘛拢是用即个物件，下切的米才有通食饭。啊，毋过无任何一个囡仔拢毋捌听过这土人到底是啥物物件，所以讲。唔知影家己的根伫倒位啊，这需要咱来做一寡文化的保存啊。因为阮这样的爸母，因就是，亲像阮厝人做工厂的做工人，因无特别想讲语言文化爱安怎来保存的问题，无咧想啊，因就是一个观念，就是讲，囡仔去学校读册啊，大家拢讲华语，安尼，咱是毋是着爱配合囡仔来讲华语，互因尾啊读册路会较顺，然后考到一个较好的大学，去学校无袂去互笑。伊个想法足单纯的，伫咱即样的爸母来讲，因足普遍的，大家拢是安尼想啊。伊就从细汉无甲囡仔讲，无甲囡仔讲台语啊，爸母朋友家己开讲拢是讲台语啊。我头看到囡仔就吃饭了没？安尼，啊，你造成讲即样的囡仔已经变做台语会晓听袂晓讲啊。阿嬷不爱掺。阿嬷不爱掺爸母讲台语，造成爸母会晓听袂晓讲，安尼，搁第三因的孙会变做啥物款？就一个字拢听无。就是我拄则讲的，我去爆米香的时阵，当着迄连大家好这3字拢听无的囡仔。人的眼光来去看，澳洲的有文字的历史，自因的欧洲人去到澳洲，因才有文字的历史，甲单才200担尔。200担外底，咱鹿港的天后宫有400担的，比搁较老搁较老一倍啊。毋过，你著去到澳洲想讲200担的物件，就会使变做世界文化遗产。安尼，咱台湾袂前卖到300-400担，遮尔啊宝贵，遮尔啊水，遮尔啊老的文化，啥喏咱无甲保留落来。你就感觉
人迄无啥物，迄无啥物物件，人特别起一个遮大的文化园区、遮大的博物馆，啊，甲全世界游客拢讲，你来看咱澳洲人的文化，就是伫遮，就是有了遮的物件，才互咱澳洲囡仔会使大声讲，咱是澳洲囡仔。啊，台湾咧，一寡咱家己较宝贵的文化，拢拍远去，拢无咧学着上界基本的语言，足侪爸母拢讲台语毋免学。甲台语抽掉，台湾人还阁存啥？中期、长期，就是我认为所有的代志拢应该改用本土语言来做。咱未来爱有本土语言的法院、法官、检察官用完全本土语言来拍官司。是啊，完全本土语言的病院，你是像你即马，咱医学院内底有一门课叫做医用台语。大家拢讲我，这个医用台语袂歹，因为少年医生袂晓讲台语，啊，佮参伊来看病，阿公阿妈无在沟通。不过我听到医用台语这门课，我感觉足悲哀的。有影。为什么台湾人教出来的医生竟然甲台湾的阿公阿妈看病的时阵会需要翻译，需要特别去学这个语言？因为其实伫100当前的规个地球来讲，台语的医学界比华语的医学界更较发达。因为台语的医学界迄当阵接受到日本扎入来一寡现代化医学的技术，啊，毋过原在是台语医学界较发达。啊，为什么即马台湾拢是华语的医学院教出一寡袂晓讲台语的医生？其实特别用这门课来甲因教呢。其实100多当前都有用台语写的医学课本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a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a drum,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and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a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a drum,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and tomorrow comes.